枉死警槍下，返港驗屍查真相。一輪亂槍掃射之後，槍手門多薩都死埋，但係菲律賓警方仲係咁開槍，到底有冇誤殺人質呢？有前飛虎隊成員話，當地警方打爆車胎嘅時候，狙擊手至少2槍打中近車尾嘅玻璃窗，坐喺窗邊嘅人質隨時中招。到門多薩掃射嗰陣，警方還擊亦都分分鐘誤中無辜。菲律賓警方拯救人質嘅手段咁低層次，累8個香港人慘死異鄉。5個死者嘅遺體已經被解剖，另外3個死者嘅家屬拒絕俾當地法醫驗屍，要求遺體運返香港先至驗。雖然菲律賓已經同意，但係就唔俾家屬見佢哋摯愛最後一面。嗰啲官員呢，有關嗰啲專家呢，係唔可以喺菲律賓做呢樣嘢。佢又話，本港嘅法醫只能夠觀察後期驗屍工作，仲要求當局交代死者係咪被誤殺，而佢哋嘅遺體將會喺今日運返香港。康泰就話，有喺旅行社買保險嘅4個遇難團友，保險公司會酌情將身故賠償由50萬提高到100萬。